礼拜风采一定人强，我得挖下几片天气都落口嘞。係啊，人講晴夜落雨有西風，10隻甘願9隻空，聽起來順勢一抬，安樣還做得味道是衝嘛？冇法度，太細粒，味相唔好。阿媽，你敢有心腸再開補廚？係啦，今半日愛辦提示天本。好，請問登記名人係乜人？地鐵好嗎？就是張群網裏邊，但別就好嘞係嗎？係啦。請問有乾倉嗎？那係有乾倉，做得7隻人人。歹勢哦，因為頭先決定要出門，冇簽到乾倉。冇相干，禮拜就是申請天本，請提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。好，你係我嘅證件，我要申請你隻提號。阿媽，下擺那係要申請補廚，用乾倉嘅人人本就做得辦理，天本有註明時間，將期限過期。你下擺還要加項日曆，你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，3萬元。好，安樣知道一片面。新夢，你冇危險，你係你申請嘅提示天本、日分天本係20個元，讓你標出你態度。是乜嘢？阿媽。安樣長時盤好咧，本日一張愛條嘅名片，頂個係愛條嘅電話，有各科嘅分機，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問。請問還有乜嘅愛聽少嘅麼？是乜嘢？冇問題咧。是麼？請問下，路行愛寫你哦。